讲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0页，解说甲正文第30页。对于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3节，就是解说甲皈依清净法身佛。即马要来说的解说下面，就是依自色身皈依圆满报身佛，依自色身皈依千百亿化身佛。这呢就是慧能大师爱咱来皈依三身佛。在前面就是讲爱来在自己的色身中皈依清净法身佛。清净法身呢，这是一种的真理。清净法身本来叫做讲做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佛呢，就是叫做清净法身佛。这个毗卢遮那是印度话，拿来改翻译做咱中国话呢，名叫做遍一切处。意思就是讲，发生真理呢，是遍在一切所在，在所有的空间中无一个呢，无这个真理的所在。安尼这名叫做讲做遍一切处。即嘛讲在咱自己的色身中要来皈依圆满报身佛。圆满报身名叫做讲做卢舍那佛。卢舍那就是印度话，来解翻译中国话的意思，名叫做讲做净满。这个净满净就是清净的功德，就是清净的善法。满就是圆满，就是讲佛伊收集清净的善法，已经得到圆满。这呢名叫做讲做净满。所以这个圆满报身佛就是讲佛来修行一切的功德拢圆满，所以呢才得到圆满的报身佛。咱平常时阵讲皈依佛是两足尊，这个两足呢，就是讲智慧具足、福德具足。这个智慧具足、福德具足，就是这所讲的圆满的意思。咱自己的色身呢，就具足了圆满的报身，所以呢，爱在咱自身中来皈依圆满的报身佛。所以就是依自色身皈依千百亿化身佛。讲在自己的色身来皈依千百亿化身佛。化身佛就是讲变化性的佛。变化性的佛就是讲将一个体会当互变化了真正一个作用，这名叫做讲做变化性佛。这个变化性佛到底是变偌济呢？就是千百亿，算千、算百、算亿。甲恁讲将下面解算倒起来，化身佛毋是讲一个两个，也毋是讲100、200，毋是讲1万2万，乃是算亿。而且呢，佫毋只是一个亿，我这亿有算100亿，是毋是只有一个100亿呢？毋是，有1000个100亿。安尼就可见化身佛所化到底是偌济。佛呢，有一个神通，名叫做无极化化通。这个无极化化通的意思，这个无极呢，会使咧甲伊讲，心呢拢无作意，心拢无起心动念，
但是为着大众生啦，会当变化了，搁再变化。无论要变化偌济身躯，拢可以啦。安尼叫做无极化化通。因为是无极化化通，所以呢，就有千百亿化身。这个千百亿化身啦，我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咱都了解讲孙悟空啦，伊神通广大。那么看过迄个电影，这个孙悟空呢，伊要对付遐个魔王，伊呢不但是讲一个人去对付伊，将伊家己自己身躯的这个门给串起来，串一面门起来，喙甲分一个，哇！孙悟空啊，一大堆拢走出来，这都是化身啦。哦，咱讲这个化身，咱就可以了解。所以这个孙悟空，伊个家己门串一面，啊，将喙甲分一个，啊，一大堆的孙悟空拢走出来。这呢，也就是在说明咱心的变化无穷。伫遮所讲就是讲佛啦，已经圆满报身，证到清净的法身，所以会当有这个千百亿法身。这个千百亿法身佛，在《梵网经》心地品文来讲，讲五金如舍那，方作莲花台。90千花上修现千色家，一花百亿国，一国一色家，各作菩提树，一时成正觉，如是千百亿如是那本身。这就是说明讲，这个圆满报身如是那佛，坐在迄个莲花台上面啦。结果呢，就有真正侪个化身的释迦佛伫迄个所在。一时呢，拢成佛到各国啊，在自己的角度伫咧教化众生，这就是咧解说者所讲的千百亿化身佛。下面讲现地是色身是下体，不可言归。讲现地是啦，爱了解啊。咱这个色身呢，这是一种的下体。色身就是讲父母所生的身躯。因为父母所生的这个身躯是种肉体，所以名叫做讲做色身。伫遮所讲这个下体，什么叫做讲下体啦？下体就是气管，这个下就是叫做气管。啊，这个下体就是讲咱这个色身啊，亲像乳形中。伫咧带迄个乳管共款，也就是讲，即个色身呢，这是咱暂时用的啦，互咱即个业识暂时所依靠，咱即个心啊，暂时呢就寄托在即个色身，这是种暂时性，不可言归。袂使你甲伊讲，这呢是会当好互咱归依。所以，咱所依靠的，并毋是依靠色身，咱是依靠咱的自性。这就是要说明咱为什么都爱皈依的意思。咱这个皈依就是讲归道依靠。这个归道依靠，比如讲咱社会人。讲已经老爸老母都无去啊！这个囡仔都要教会，要细汉，无来去靠咱的阿叔咯，靠咱的阿姑咯，靠咱的亲情咯。那这呢，也会使讲就是皈依啦，归道依靠，会当来讲。但是究竟世间是虾米人会当好互咱依靠呢？世间啊，虾米人都无法度好互咱依靠。包括自己的色身，咱在细汉的时阵，咱要依靠父母，但是父母是毋是一定会当互咱依靠呢？假如讲每一个世间的父母拢会当互咱做终身的依靠，安尼这个世间就无孤儿，无迄个无父无母的。为什么囡仔变成无父无母呢？
这有两种的情形。一种情形就是讲父母早离开世间，迄就无法度啦。有一款就是讲家庭闹结婚，家庭破裂啦，老母离家出走，可能呢老爸呢也做会去。在这个情形之下，就变成无爸无母啦。虽然老爸老母还阁存在，也是无爸无母。所以父母是毋是当互咱依靠呢？这无一定，爱看咱的业。假如讲咱真心若是做迄个业，做迄个讲即世人爱变成孤儿的业，安尼老爸老母就袂当互你依靠。咱大汉了，是讲男女中结婚啦，就互相相依为命，也可以讲就是相依靠。但是夫妻间是毋是会靠哩呢？未必然啦。假如讲夫妻间若是讲绝对会靠哩，安尼世间都无迄个离婚的人，无迄个讲闹家庭纠纷的人。有真正济啦，太太离家出走，或者是先生呢伫外面呢又搁在甲人过着不正常的生活。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呢，就无法度好依靠。啊是讲咱老讲我都饲囝饲大汉，就是要靠囝，这呢更加毋通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囝不一定当互咱靠，或者是讲为囝是真乖，但是结婚了后呢，可能变了，因为有搁再加一个新妇伫咧，插在咱的生活中。囝呢，若是讲无一个中心思想的。那只有听因太太话，就无顾虑父母啦。安尼要哪依靠呢？无可能依靠。或者是囝虽然是讲真友好，但是伊若比你是大人，搁较早离开世间，嘛无法度互你做依靠。咱若无来依靠亲戚朋友，哇，这更加免讲。亲戚朋友啥无来依靠？比如讲，在咱世间上，都迄讲都变成孤儿啦，无来去依靠咱的亲戚，依靠啥物人？结果呢，就在迄个所在呢，受尽真正济的辛苦，所以究竟是无所依靠。外面呢，互咱靠袂住，靠袂住是毋是咱自己就靠会住呢？未必然靠会住，因为咱这个色身是种无常的，也可以讲咱这个生命是无常，是受到业力所转。咱的命已经到啊了，你都要离开世间。要离开世间呢，到底是以什么方式离开世间啦？是破病啦，拖真久往生啦，或者是讲随时呢，即马都乌好爱在啦，或者是讲发生车祸啦，或者安怎样啦，这是无一定的。所以你要靠咱自己这个身躯呢，也是无法度依靠。所以着做慧能大师就真正明白甲咱讲，色身是下体不可言归。咱这个身躯都被依靠哩，世间有倒一项互咱依靠哩呢？有人就讲，我钱得饱饱咧，无可能我靠钱啊！这款的想法真天真啊！到时你若袂顶袂当，你这钱是要安怎样？你这钱只好互人甲你变变摕去，或者是讲你虽然有足侪钱，你老啦，头脑退化，都变成戆戆咧，安尼钱嘛互甲你乌了了。唱书无来讲啦。有真正侪世间人真无良心，知影你有钱呢，为着要爱你的钱，就要治你的性命。这在报纸上咱常常捌看到。所以讲来讲去，究竟咱这个世间无一项会当互咱依靠。那呢，到底是要依靠啥物呢？下面讲向者三身佛，在自性中，世人总有，为自心灭必。见内性，外灭三身如来，不见自心中有三身佛。你等听说，令你等于自心中见自性有三身佛，此三身佛将自性生，不将为得。慧能大师的意思，就是讲咱要来皈依三身佛。这个三身佛毋是伫外面，所以才讲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。
这个向就是讲向来，啊就讲一向以来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将来啊，这个三身佛呢，就是在咱的自性中。三身佛已经知咯，就是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化身佛。佛有这三身啊，这就是用三个角度来去看佛。但是呢，三身是一体，所以这个三身佛啊，是在咱的自性中，就是在咱自己的心性之中。所以名叫做三身佛啊，是在自性中。讲世人总有啊，讲咱世间的人呢，拢总有。世间无论是倒一个人，一定呢，拢有这个三身佛。既然叫做拢有，无论是讲你有信佛的，无信佛的，甚至讲反对佛教、骂佛教，拢有。这就是讲断善根的众生，同款有佛性。有佛性的众生呢，同款的成佛，甲这个意思同款。讲为自心灭啊，不见内性。讲因为自己的心灭啦，自己心灭意思是讲自己的心呢，灭失了自性中有三身佛。自己唔知影讲自己的心中有三身佛，这就是自心灭，不见内性。袂当来见到内在的自性，这个内性就是讲内在内面，在内面的这个自性呢，见袂当到，所以呢，外灭三身如来，就对这个外面啊，来去找迄个三身如来，拢是向外要来去找法身佛，向外要找报身佛，向外要找化身佛，结果呢？就不见自心中有三身佛，袂当好见到咱自己的身躯内底啊，就有这个三身佛的。在自己心中的这个三身佛呢，自己啊无看到。在前面啊，我甲咱讲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讲虽然咱自身记住了有护法僧三宝，但是这个护法僧三宝，咱有见到无？无见到，袂啦。我即马才佫讲起咱的自性，就是三身佛。这个自性三身佛，咱自己心中的法身佛是生到啥物款的？自己心中的报身佛是生到啥物款的？自己心中的应化身佛又是佫生到啥物款的呢？根本啊，咱拢唔知影。所以才讲做不见内性啊，外面要来找三身如来，袂当好见到咱自身中的这个三身佛。所以咱一个人必须了解讲，虽然三身佛咱自性中记住，我们爱来修，修了呢，使这个三身佛会当开显。会当使咱自己亲身来去见到咱自己的三身佛。下面讲拟定听说，令拟定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。此三身佛将自性生，不将为得。讲恁大家爱听我甲恁讲，安尼叫做拟定听说。讲令拟定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。讲使令恁啊，在自身中，就是讲在自己的身躯内面，来去见自性有三身佛。咱这个身躯内底啊，有自性，也这个自性呢有三身佛，所以这个三身佛呢，也无离开咱这个身躯。咱离开咱这个身躯，要去外面。要来去找三身佛啦，这就是错误啦。所以下面慧能大师就来讲，讲此三身佛啦，将自性生，不将为得。讲这个三身佛呢，是将自性生的，就是讲将咱自己
的体性、自己的心性啊，来去启发的，来去开显，毋是从外面得来这个自性的三身佛啦，并毋是从这个外面所得来乃是咧从自心所生。安尼叫做讲做处三身佛，将自性生，不将鬼得。一边好名清净法身佛，世人成本清净，万法将自性生，思量一切恶事，即成恶行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成善行。即马刷来要来解说清净法身佛，就是分别解说三身佛的意思。既然讲在咱自心中有三身佛，那咧虾米叫做讲做自心中的迄个清净法身佛呢？伫遮文较简略，应该爱加几句加即个自心中可能讲。那个加这三句落，互咱容易了解。讲何名自心中清净法身佛？啥物是咱自心中的清净法身佛呢？咱先来了解。就是讲，在咱的身躯内底清净法身佛到底是在哪里？一边讲世人成本清净，讲咱这个世间人，伊的心性、伊的体性。本来就是清净，伫遮应该会使做一个结论就是讲咱成本清净，这个本来清净的自性就是咱心中的清净法身佛啦。安尼呢，咱该做一个结论，咱就会当了解讲，在咱的身躯内底的清净法身佛是啥物？在咱身躯内底的清净法身佛就是咱的清净的本性。一边讲万法将自性生，讲咱这个世间的万法呢，拢是将自性所生无论是善法，无论是恶法，无论是清净法，无论是染污法，拢就是将这个自性所生。万法将自性生也就是真如随染净缘，就显现了四性六法的法界，甲这同款的意思。讲思量一切恶事，即成恶行啦。讲在咱心肝底呢，若是去想这个思量就是心肝底想啦。来去想一切恶行，心肝底想要来去做迄个罪恶的行为。安尼呢，就生起恶行。摕一个比例，心肝底起一个恶念想要杀死人，安尼你可能就会去做杀死人的罪恶的行为。心肝底想要抢人，你可能会去抢人。你的心想要骗人，可能你会去做迄个骗人的代志。所以才讲做思量一切恶事即成恶行。讲思量一切善事，即成善行。讲在这个心肝底呢，你若去想了所谓善事就生起了善行。心肝底有想要信佛，你就会信佛；心肝底想要拜佛，你会拜佛；心肝底呢有一念的同情切阮的心，看到迄个善车人，你要甲伊救者。安尼你一定将你落地底钱摕出来，会去救济迄个人。你若是讲有想要来念佛，你才会念佛；有想要拜佛，你才会拜佛。所以心肝底呢，若想一切善事就生起了善行。心这是原动力啦。外表行为呢，这是表现在外面的。无论是表现善，无论是表现恶。在后面有一个原动力，这个原动力就是心的思念。咱一切万法呢，本来是清净的，但由于万法将自性生你心呢起一个恶念，
结果呢变成恶法，那就是随着染污缘，就变成了世间的染污法。啊，你一念心若是清净呢，做迄个善行，啊，就是随着迄个净缘所显现的就是清净法。所以世人成本清净，万法将自性性。乃至甲数量一切恶事即成恶行，数量一切善事即成善行。这就是一切法为心造，也就是真如自性随染净缘变现了清净或者是染污的世界的道理。注意虔诚听众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即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